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物件若滴落涂骹，就莫搁捡起来食咯。最近有咧听人咧讲这个物件滴落涂骹，只要伫咧3秒内捡起来，物件就袂去搞着细菌。但是食药署上新的公告讲安尼唔通哦，讲只要物件滴落涂骹，不管咱用偌紧的速度甲捡起来，拢有可能去搞着细菌。所以只要物件滴伫涂骹，就莫搁捡起来食。 这个不能吃了吧？可是之前不是说掉到地上3秒都还可以吃吗？其实现在食药署已经公告了，只要不管是1秒还是3秒，饼干经过污染之后，不管是掉到地上还是桌上，都不建议使用。 就算你水捡起来，嘛是有可能捌到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、金色葡萄球菌，会互人腹肚痛、吐个落屎，那严重，更可能的食物中毒。 因为毕竟它是被污染的，你得病的机会是增加的，是不是1秒或是3秒？我就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必要去强调的，就尽量我们当然掉到地上去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去吃的。不管是刀啊还是涂骹，食到落去，佫想要捡起来食，医师讲有这个建议。如果真的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，你必须要先洗一洗，再煮过，再吃，那当然是也是可以的。 啊，若进前先做咱食落去无破病，可能含免疫力，加上食的物件若是较重，就较袂捌着细菌，佮加上卫生斗相共杀菌，毋过嘛可能会拄着肠仔肚落卫生无法度杀死这种病毒。若惊食歹腹肚，落去物件上好莫佮捡起来食，会较安心。